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飞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长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飞腾着。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大家好。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努力，有快乐要珍惜。
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嘿，哈，双手借给我们各位朋友。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一起唱。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像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迟疑。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努力，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是的，左手代表健康，右手代表快乐。我们又回来了。今天有点特别哦，以往呢都是在礼拜三哈跟大家见面。今天5月20号，哎，怎么会是星期二嘞？是啊，我们就是特别把今天的节目呢放在星期二跟大家见面，因为就是520代表着我爱你。就像我们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对你们说我爱你。这是我们新加坡华族这个文化中心呢，配合年度的重头戏华彩所做的特别企划，那么把欢喜来唱歌也纳入节目的编排里面。是的，说到华彩哈，真的呢，非常非常的成功。那感谢呢所有呢台前幕后很多的优秀的工作人员，还有表演者，恭喜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那今天是我们520哈，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伯伯们哈，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一起来的话呢，哎，现在现场麻烦来抱一下哈。如果你是跟你的朋友一起来的话呢，也可以来左右边互相握手一下。他们好像是朋友，好像很排斥哈，是因为朋友之间也有一种爱，叫做关爱嘛，对不对？是的。那如果你刚好左边右边都不认识的话，怎么办呢？没关系，自己握手一下。对，自己跟自己 say hi 的。夫妻男女朋友就可以抱哈，不认识的就要三思哈。我们只要握手就好了，不要抱错哈，抱到隔壁的不认识的这个好朋友，但是还是可以互相 hello 一下啦啊！曾经呢是陌生人，今天过后呢，大家也可以成为朋友啦，有缘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哈。是啊，浩浩佩芬，你们对我的爱又是什么呢？你对大哥的爱会不会是那种讲钱的 money 的爱？当然不是啊，对不对？大哥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呢，就是演艺圈前辈的爱，一鞠躬，对，再鞠躬。好了，家属没有来，家属不需要没有来啊，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记得哈，这个鞠躬是很有意义的嘞。我在学校看到校长，我都是这样90度弯腰的。是。所以你在我们的心目中的这个分量是很大的。对，我们都很尊敬您哈。非常感动 ，Very good 有这样的晚辈。谢谢。那我这晚年就有着落了。哎呀，大哥真的不需要担心您的晚年呐，有我们2个人在，真的，我们他会顾你135，我顾你246。早餐、午餐好，晚餐就张雄。好，可以。我还以为你要找你的贤内助哎，不是哦。好的，那刚刚的开场歌曲为什么选择《爱的路上千万里》呢？对，我们的开场曲啊都是这样的。我们推出一系列的这个互动的环节，每个月我们安排好几首歌，让我们的欢喜俱乐部的会员们 Happy Club 这些 member 来选。
你挑选我们开场要唱什么歌，我们就唱什么歌。好像刚才那个《爱的路上千万里》就是由你们选出来的，哎，大家票选出来的。对，冠军最想听的开场歌曲。那你刚才讲的这个 Happy Club 哦，我们要怎样参加嘞？欢喜俱乐部。我要怎么参加，对不对？等一下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你们可以向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如何加入 Happy Club。是，那这一场呢，我们有做直播哈。就是我们 Facebook 啦、WeChat 的朋友啦，在这里我们要跟你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那在场的朋友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找一找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SCCC， 我们现在有做同步的直播，也可以留言说 I am here， 我在这里。来，大家帮我们分享一下哦，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同欢共乐。对，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是520，是我爱你，顾名思义就是要强调爱。那我们这一场的表演呢，演出的艺人当中有兄弟、有姐妹、有夫妻，所以第一组上台的就是兄弟，哇，兄弟之情哎，手足关系，对，我们3个人是毫无关系，对，搭档关系，我们是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哎呦，哎，在演艺圈当中啊，说到兄弟档啊，我目前想得到的可能只有李思松、李伟松，那他们是少数哦，2兄弟，2个男孩儿，有才华，对啊，又这么爱音乐，这么爱舞台。那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一对兄弟也是非常有才华，他们哥哥叫这个 Estevan， 弟弟叫 Estienne， 那他们在本地和国际都有地位的，他们有参加很多国际的表演了，唱歌、跳舞、主持，小年纪已经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了。是，那他们呢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过中国全国少儿春晚和浙江的浙音青少年艺术节颁奖典礼，也因其呢自己创作歌曲也赢得了金奖。那他们还受邀呢代表新加坡参加了表演了于好莱坞的青年奥斯卡颁奖典礼。Estevan 啊，哥哥啊，也在这个青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呢，获得了最杰出的青年影响力演员奖。弟弟 Estienne 获得了最杰出音乐演唱奖。Estevan 也是电影《男儿王》1跟2的主要小演员。是《男儿王》就是李国煌主演的一个电影啊。那他们呢也参与过很多戏剧的拍摄，包括了刚刚呢最火的这一部《小娘惹》。知翡翠山。那弟弟 Estienne 呢也跟佩芬啊，就是我呢一起呢有参与《天公跳拱廊》方言剧的这个演出。是，那我本人也参加这个《小娘惹》的珍珠山的演出。哇，这个珍珠山呢、真的是厉害嘞！如果现在大家上网搜寻了，哇，破几百万啊！人是翡翠山，安尼阿达谁你也是珍珠山哦。因为我们演出的人只有3个哦，你也是山寨版的小娘惹就对了，所以大家赶快去搜寻一下。3个大男生演3个女主角。OK， 好，马上邀请 Estevan 跟 Estienne 兄弟俩带来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给你们直接3个爱 triple time， 掌声欢迎 Estevan， 爱，来自方大同的歌曲。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贼？谁在哪里点埋第一只紫玉钗？我在这里见怪更怪，见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尝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有一天放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
2, 3, here we go。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闯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几脚，也会脚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就是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今天的大衣复古，我最嗨 ，Disco people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放克才能酷，那女人老双手，我们趁着喇叭酷，爆炸头在望春风，左右摇摆，身材一直成功。黑白的事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心态一定来，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看看 ，Come on。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冰箱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是追逐成长吹来的风，紧紧地追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但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在我视野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人们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大家一起拍手。从田里一把火，像是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没了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最亮的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像是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就是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就是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就是火光照亮了我。
起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哇，两个兄弟哦，都好厉害哦，哥哥。哇，长得一点都不像啊！哦，可能一个比较像妈妈，一个比较像爸爸。对，是不是？一个像妈妈，一个我像妈妈，他像爸爸。哦，真的。是吗？为什么同意吗，弟弟？同意吗？因为你看，这个就好像那个榴莲的肉，一个尖的，一个圆的，呀，莲哦，但都好吃。哎，是，很可爱哈。哎，很你们有中有才华文名字啊？我们都叫你们 Estoven 跟 Istian 呢。我叫谢怀玉。谢怀玉，玉、我叫谢颖威，谢薇、谢颖威，谢玉薇，一位啊，下一位啊，下一位。我姓谢哦，哎，不错嘞哎，哦。他们不止在本地表演，也出过国外表演，是呀，所以见过大场面的，不简对单的。，而且妈妈非常的支持两位哈，让他们去到台湾也好啦，去到各地啊，去学习一些舞台剧呀，对呀就是啊，唱歌弟弟好像还跟姐姐主持过哦，有，我们有一起主持过节目，哦，对，跟大哥一起儿童节目哦，对，被你这边骗哎，吃拜托，骗喝我们是做国庆节目，OK？几岁了还在主持儿童节目没有，我？们做国庆节目啦，哦国庆节目，我们三代同堂嘛，我们是三个。那所以呢，他们呢书也读得好，嗯，又有才华，是将来前途无可限真量。的青出于蓝哎。对，可惜不是我生的。哎呀，如果是我的孩子就好了。过多5年，我就可以自废双腿，坐在那边收钱了。干嘛？一定要双腿吗？啊，当然单腿还会走不行。我想问一下哈，哎，先从弟弟这么可爱的弟弟先呐。哎呀，下一位对不对？下一位，你的名字对不对？下一位，下一位。谢了，哦，谢什么位？这听不清楚。谢一位谢一位，哦，剩下一位，OK。谢颖威，弟弟谢颖威啊，谢颖威。谢颖威，哦，不是下一位，sorry。你要又会唱歌，又会演戏，又会跳舞，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全部都喜欢。真的都喜欢吗？那你看他上学、跳舞、表演、睡觉，你最喜欢哪一个？睡觉，来到哥哥。我觉得我最喜欢跳舞。哦跳舞。等一下，我们有没有机会看你这个舞蹈的这个？会有。我刚刚已经有秀了一小段了哦。是啊，真的很厉害耶，很厉害耶然后又帅弟弟啊，这个两个人你会不会吵架？哥哥会不会让你，还是你会比较欺负哥哥？我们不会吵架，可是我们会来顶嘴，哦对是会顶嘴那通常都是谁让谁？他让我我让他。哇，哥哥赞呢！哦，是他哎，是是，你用目测的看得出来差几岁吗？两位他们呢，啊，你阿公我你目测一下只看得出差一个头了。啊，那个囡仔嘛，因为都 primary school 呢。他读小5， OK。他读中33呀，哦所以是差4岁，是吧？差4岁。哎， OK。对，观众很厉害呢。你们很快哎，我们才在讲他差着呢，然后你们在台下在听到很多听到很多蛇出来。中三， OK 而且 primary five 啊，他还演过这个国皇的电影哎，男儿王男儿王》嗯1还有1跟2，你看都找不到人嘛，就只好叫他。一拍完了，2也找不到人，又去找回他不是啦，是他比较优秀啦。啊。对呀，讲找不到人嘞，我们欢喜来唱歌也一直都是我们3个主持哎。哦，真的是对找不到人，找不到对对，也确定是找不到。 confirm 找不到人。新加坡就3个主持人呢。对对对最好了，3个就在这里，OK，同意 +1+1。是，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再一次的交给我们的这个 Estoven 跟 Istian 哦，我们的兄弟俩，你们要一起合作一首歌吗？还是对，我们会唱一个福建歌。哦哇，福建歌也要讲福建话不？是吗？听得懂一点。听得懂一点点听得懂。哦吃饱未？假爸会。吃饱未？要不要？真 Q 哈。他弟弟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都会害羞，哦他都会害羞。听那时候奇怪，我的同学在这边主持。啊，接下来的这首福建歌曲也是有收录在《男儿王》里面，对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叫什么歌名？叫再出发。再出出发发。哦，是福建歌咩？那就变华语。但是这首歌来底伊拄啊迄个再出发这3年是唱华语的。哦，你confirm 分这条是福建歌是吗？是？confirm 吗？你唱两句来听看麦。你唱两句来听看麦。唱2句。有新的凸显 come listen listen。喂，你等一下，来翻译耶。
好，等一下才唱啊。是 OK， 大家听看看啦，因为平常我们都只会讲兴旺发啦，比较不会讲再出发啦。再出发，能量满满的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心太软的原唱者，他唱的一首歌。掌声鼓励鼓励两位，谢谢我们的哥哥弟弟。风大雨大太阳大，想卡大下想重要，不管这条路有多歹行，拢行。伊大地大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抓，但是灵魂快乐逍遥，笑哈哈。再出发。再出发，怕你是阮的第一名。你讲着听这款命，甲艰苦当作跳叉叉。不免惊，人是勇敢的小飞侠，带着钢盔甲伊拼，人讲无惊袂出名。
together. Just meet me ever. Oh, so cute！ 哇，好可爱哦，好有能量，年轻活泼。是的，这就是我们的 Sophon 跟 Estienne， 谢谢你们，谢谢。儿子唱完了，到妈妈唱了哈，现在。囝唱完了，把老母唱啊！也当也真正的母亲啊，哎呀，真的呢，也是呢，爱子心切啊，也给他们很多的栽培，很多的 love， 很多的爱，就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一样。所以你看，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欢喜来唱歌，得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个安排支持，让很多呢多才多艺的好朋友艺人们都可以呢来到这美丽的舞台上呢，发挥所能，发挥所长。接着下来，无去嫌吼，由我来给大家唱歌啊！你看，希望大家听了我的歌曲呢，会欢欢喜喜、笑咪咪、Happy Lucky，OK？OK， 我给大家选的这首歌呢，相信你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爱你在心》。我们叫欢喜来唱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唱，所以等一下呢，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enjoy the song， 一起来唱。我们先唱第一句吧，好不好？爱你在心口难开，这7个字哦，一起喽。到你们，爱你 ，Very good。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一天怎么样？一天，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一猜。当你 ，nice，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掌声给你们自己。现在我都听得到很多姐姐们的声音，哥哥们，你们的 MP flyer 有没有带出来？一起来！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当你们来哦一下，哦 ，This is good。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我在爱你？对我不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一猜。一起来，爱你在心，我不知应该说些，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最后一次哦，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最大声，1、2、3，我爱你。全场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很棒哎！
你们都有参加卡拉 OK 歌唱比赛吗？还是常常都在家里自己唱？其实呢，唱歌呢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运动，那也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你看到跳舞的话，可能还要地方哦，还要一个空间。但是唱歌随时 anytime 要唱就唱，想唱就唱。谢谢。今天我们的朋友应该从新加坡的东南西北中来哈，有没有一班是就是一起来的？一起乘坐一个 bus 来的，举手！你们在哪里？我的 uncle 是不是在你们人群当中啊？哦，我有看见了，就是我们的阿姑哈 ，Starry 阿姑 ，Riverview 的朋友，对不对？哇，好大帮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然还有来自呢我们新加坡五湖四海的朋友，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歌唱的节目 ，Thank you。接着下来，刷落来要甲咱唱吼一首福建歌曲，福建人有无？家己人，家己人，唱一首《爱的小路》，互你年年大进步 ，Thank you。这是一首呢日本翻译歌曲，翻成福建歌，其实是2个人唱的歌，但是没有关系，我有你们 ，OK， 我们来一起唱，看着歌词，现在给大家打个节拍 ，1 2 3 4 2 2 3 4， 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我甲你。欢喜流流着爱的脚步，自从咱一日情熟悉了后，咱的感情一日搁较上好。不管歹天黑暗路，不管雨天也落雨，小笑来散步。相我来看你，你看我，情话绵绵讲袂煞，心情轻松也开我，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我甲你时常怀念爱的小路。拍手，血液循环啊，身体健康，大家横财就手，得心应手，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 ，Oh yeah， 我甲你欢喜流露着爱的脚步，啊，自从咱。一日情熟悉了后，一段小路变成咱的爱的小路。一起来，无论春天草无青，无论秋天落叶时，小笑来散步，双人行相我，有时行到黄昏时。是行到月光暝，难分难离，情绵绵。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我甲你永远淡薄爱的小路。不管歹天黑暗路，不管雨天。我来看你，你看我，情话绵绵讲袂煞，心情轻松也开我。你甲我来到一条爱的小路，我甲你时常怀念爱的小路。5月20号，心心相印，祝大家永远被爱包围。Thank you， 爱你们。哎，
啊，那有一个老人家徛，我知道。安哥你好。捌看到一个查某的身材跟那牙签的，有没有人长得像牙签？就是李佩芬了。哎，对呀对呀，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关于什么持久授权书 LPA， 你们都有没有去签啊？为什么不要签 ？LPA 很重要啊，持久授权书啊。呀，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呀，有一个我们委托的人帮你处理你的财务啦，你的财政开支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啊，找个律师，好好的把持久授权书给做好啊。哎，你们一定觉得为什么无端端叹气？哎。我的好朋友二姑啊，梁细妹啊，全部都签好了，他们没有揪我一起去。还有住在隔壁那个安迪卢西啊，他最近又跟我说有一个什么计划，叫我好好去考虑。这个计划听说也是很好，叫做什么预先护理计划，叫做 ACP 了。哎，预先护理计划 ACP。预先护理计划 ACP 重要的事要讲3次。哎，阿公，对啦，对，你又去签了啊？对啦，很好啦，我的老爸嘛去签了诶。OK，啊，你叫大家去签哈。OK。哇，大家拢去签了咧，预先护理计划真好咧。哎，爸。我咧找你咧，你四线叫阿爸，我小希罗呢？马路敢若你会使做老希罗啊？对，我是恁阿爸。对啊，我雄是袂记。是咯，你袂记的，哎呦，无猜咱这侪个月拢斗阵啊呢。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呢。真重要的代志。要讲什么？我感觉你这个月对我真好咧。我买物件给我吃，一定爱啊！你是我老爸，是不是？你看到我签好持久授权书，你要谋我的财产？无啦，我哪有可能要谋你的财产啊？爸，你想多啊啦！阿公，阿公，刚才我去后面我去看你的 CD7包车有没有拿好。所以我回来了，阿公，你不要拉迪赛，你要出来可以讲一下吗？对呀，隐去无踪呢，可以出声吗？阿公，要么那伫边头会惊死人，你知道吗 ？My name not Latisha, my name Latisha. 好啦，嘴巴要翘翘。好了，你不要误会小 hero， 他不是要贪图你的财产。想回来，阿公你也没有什么财产吧？你两户给吹气呢？你有什么财产你会惊贪呢？哎呦，我的银行我的银行有钱啊！sorry， 这个钱不可以给人家知道你有太多哈。其实那天我有看到小 hero boss 在隔壁跟那些安迪啦、三姑啦那边小声的讲，我是千里耳 ，Latisha 有听到，我听到他们好像要叫你安排你去一个什么老人院啊。哎呦，拉迪赛，你这边乱讲话，你也要听，不要听啊？听错吗？爸，是的啦。要拄我去老人院了？不是啊，爸，你不要听拉迪赛讲啦，他听上半部没有听下半部啦，对不对？我跟安迪跟我们的二姑是去了解那个 ACP。sorry， 我听错啦。ACP 呢这边有，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是 ACP。Latisha 只知道 ECP stand for East Coast Spa。Every Sunday I go East Coast Spa picnic， go 山 go sand。我不知道那个 ACP 啦，我每次都去 East Coast Spa 找我的 sister， 我才知道 ACP 是什么哈。什么叫 ACP？ 我嘛唔知咧。你想好给我讲清楚。来，爸，你唔卖暑假给我拄去老人院哎呦，爸，你送我去美容院，我就不 I don't mind。哎呦，爸，你真的误会我真正冤枉哦。我跟你说啦 ，ACP 就是叮叮 Advanced Care Planning。
预先护理计划，不论是什么年龄，只要呢神志清晰，什么我们都可以呢提前开始讨论这个预先护理计划啊，是要按照护理哈，按照护理，按照计划，你讲会清楚啊。来，你听我讲哈，这个计划就是呢，让身边的亲人和护理团队了解自己和健康和个人的护理安排。I know， 我知道。来，现在扮演片段，我们演给我们的邻居们看看。Letitia 演医生，我是 Dr. 罗君。小 hero 你演小 hero，老 hero boss 你演就是带有失智症的一位老人家。失智症要怎样演？失智症就这样咯。做好看。眼睛看远远，然后有点迷失方向，这样啊，差不多。其实不用演了，爸已经很像了。我同意。好，现在我们演给大家看哦，我是罗君哦 ，Camera Action！ 我不幸在医院医疗危机事件的时候 ，for example， 这个病人突然病发，快要拉低都砰砰了，怎么办？爸，你不要丢下我嘞！爸，我在叫你，你有没有听到？我是医生，请问这是你的家属，是你的家人？喂，老贝，我要救吗？要救。安哥，你要我救你吗？爸，你回答呀，爸怎么没有回答，没有反应？安哥，你这样是要还是不要呢？老邓，要救吗？要救吗？爸，你来抓一个，救一个啦！要救吗？爸，要！哎呦，我爸好像不是很要哦。好，当然呢，这是以一个轻松的方式扮演给大家看。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到底身为医疗团队的医生，他们到底是要救还是不救呢？预先医疗计划的好处就在这里，那可以让我们呢未雨绸缪，我们呢也可以在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想不想要那些治疗。那例如心脏突然停止，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还有其他一些更严重的情况要怎么处理？还是我们自己想要怎么做呢？以下几点可以让大家考虑一下哦。第一，是否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第二，你希望得到怎么样的护理呢？第三，你希望在哪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那如果呢，生活事项的话呢，包括人生价值、人际关系和你热爱的活动或嗜好。那如果你日后呢，因为病重而无法表达或决定你的治疗意愿的话呢，你所制定的预先护理计划就可以帮助你医疗团队和决策代言人以最符合你的利益方式和你做出医疗的决定。那预先护理计划呢，有助避免你的亲人感到内疚，或者是有压力、发生冲突。所以呢，你制定的计划将引导他们为你做出最重要的医疗决定。那么我们如何要开始策划这个预先医疗计划呢？要怎么开始呢？我知道哈，第一，你要清楚去思考，你要过怎样的生活质量和你所能接受的治疗方案。明白。是，然后呢，要选定一个决策代言人，那当然是我们要信得过的人呐，可以选定是最多2个人。那这样他就可以呢跟你有得商量。那通常呢都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他们能够在你丧失做决定的能力的时候呢，代为传达的医疗意愿。决定好了之后，就可以和预先护理计划协调员约面洽谈，为你的预先护理计划呢记录下你的医疗意愿，跟你说不用担心的。是的，就好像我啊。现在如果我是放我的儿子，做你的代言人的话，那如果将来我要改变的话，还是可以的，是可以改的哈。那最重要是要开始计划，是，所以大家可以呢做什么样的计划呢？我有这个好的罗邦啊！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有关于我们 ACP 的这个详情计划的话呢，可以再 mark 起来哦。7月19号跟20号早上10点到傍晚6点到 Heartbeat at Bedok 那边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是
那现场还有专人为你解答有关预先护理计划的这方面的情况，是的，大家可以去多多了解。是的，所以我们信息大家了不了解？如果详细了解的话，请用掌声表示一下。谢谢。所以其实呢，我们在新加坡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哈，让大家呢去考虑、去参考。对，所以今天至少你知道有一个叫 ACP 的一个计划。对，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做的。我们这个遗嘱，对，接下来就是这个 LPA， 是，对。接下来就是 ACP， 所以都是不一样，这3样都要去把它做好。好的，未雨绸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是，谢谢。好，那接着下来呢，回到我们的歌唱节目的时间。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姐妹花的组合，对他们姐妹情深哈，真的在舞台上搭档了10-20年，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主持，一起共患难。今天她也为大家带来有爱的歌曲，什么歌呢？老鼠爱大米。掌声欢迎宝贝姐妹。谢谢。在520当中，祝福大家有爱的朋友，大家继续的关爱您身边的每位，爱大家哦！老鼠爱大米送给您大家。Let's go。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敢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一起唱吗？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敢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
送给大家老鼠爱大米，继续把爱分给您左右两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对大家下午好。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呢，可以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头，我爱你，我也爱你，谢谢。我讲爱你，我也非常爱你，我也非常爱你。你们大家可以跟这隔壁的朋友来说我爱你。对，你可以转左边说我爱你。哎，左边如果你有带太太来，那个别人你就不用说了。对，爱有分很多种，好不好？对呀，好像刚刚我们说有关爱的，是是是然后有兄弟之爱，是的然后你们两位就代表了姐妹之爱。哦对对对啦，有对亲情、爱情、感情、是友情。是，好像我跟大哥就是好像父子之爱，哦，对不对原来他这么老啊！不是老。哦，这就阿公啦，老辈个查某囝这张照片当然非常好啊，是比较年长，我跟你讲，现在你要看到全家福的合照是，啊，三代同堂的照片，你看到吗？代表这三个年代阿公爸爸还有女儿，变成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当然了，两位姐妹哦，说真的也是一样，从小哦，然后这两位一起唱歌，通常人家看到的组合哈，有时候刚开始组合，然后到后来呢都会单飞。哦，反正你们两个都没有单飞，所以你们两个的姐妹的感情是相当之好哦。对，唯一一点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同娘胎，同个同娘胎通常默契比较好，通常不会吵架。哦，没有会吵，吵了会好。吵了会好。对对对，吵架是因为更去深处了解彼此。是两位让我最觉得厉害的地方。哇，你第一次称赞我，哪里有厉害的地方？对，就厉害的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有时候在台下两个人在吵嘴，然后你生气我生气你，对，但是一上台两个就哇变得很好，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这个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怎么样？而且爱就是有分，对不对？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我被姐妹从来没有吵架，对，我都是那个被骂的。哎，真的吗？我被姐妹从来没有打架，哎，我都是那个被打的。哎呦，这么样的可怜哦。我愿挨，他愿打。哦，你爱讲，看那个是这样就长长久久。你相信他讲的话？我相信。现在报纸坏人出的都那张脸。我相信有一句Hokkien话啊。对。我怕，没那我爱。哎呦，真的，没那我听。真的，还有另外一句你听过吗？没爱哪来的害？没有啦，我觉得你爱呀，吵啊，你越吵会了解彼此想要的这个是什么，会更了解彼此。是，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朋友，其实也有很多人都熟的兄弟或者是姐妹哈。对，也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好，要好到哇，好到一个不行这样子。像闺蜜呢？对，好像你们两位，你看一个住东，一个住西，然后结婚了之后，两个人还要搬在同一区，对不对？同一座，老杠搬到位，可以把豆，我可以把豆一刀。对，然后你就放弃了。我从崩过一样这样，我是觉得。因为从小同娘胎看得出啊，对，然后又同学校同房间，然后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同老公啦，老公没有同，老公不一样，然后就做工也一样，所以就离不开。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看电视剧有没有？有时候姐妹然后都会爱上同一个男人，有没有？哎呦我们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会，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就好像一个它像黑色，我就像白色。哦，你就是天使，我恶魔啦。没有 OK， 我是黑色的话，那它就是红色，好吧？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所以你的喜欢的型是？我比较喜欢胖的，中厚老实，厚筋高的厚的。不要跟我的修呗。姐姐喜欢比较营养的。啊，那你呢，妹妹？我喜欢那种看罗摩那种坏人的那种的。罗摩，这样你也讲得出哦。我看起来坏，可是心肠很好。妹妹比较喜欢有内涵，比较有艺术细胞的。对啊，对。但是你们两个今天来到现场啊，我们有一个 surprise 要送给你们。surprise， 可以有爱哦，可以换人爱哦。也有一另外一个爱要送给你们，要送新的老公哦。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请看。啊，好美哦！这一男一女嘛，这谁照片？一男一女。两姐妹的爱就是打从娘胎开始，你看。啊，对啦，这个小宝，那个高的是小宝嘛，那个矮的是我啦。你在扯眉啊？眼睛在不好，你看。对，我们这种是真心的在吵，这样没有躲。所以这个两个是几岁的时候？这个他应该3岁，我应该1岁吧。哦，所以两个人是差2岁。所以1岁就这样胖了啊！所以你们不要问为什么我永远胖过他，你看我娘胎出来就胖过他了。是，你看那个妹妹从小就有这个，从小就有特质，所以长大那个时候当初才会帮高凌风伴舞啊。为什么？太阳眼镜都已经戴好了。就是你看这照
片哦，你们看这照片，其实小宝有一个小名嘞。你知道以前我妈妈哦很喜欢，她生了我之后嘛，就想要生一个男的，可是都生不到嘞，都生小宝嘞。所以小宝你看他长得一副男生样哦，他有名字。所以你的名字本名叫王招娣。王招娣，哎，给我招。还好没有叫王昭君呢。君又来的又是女儿就惨了。来看哇，这张是拍什么？哦，这是大宝生孩子的时候了。有爱有爱，那个 baby 就是小宝啊，这是应该我出生的第一天。哎，现在要留的这样的照片哦，真的非常难得。对，本来我不想讲我几岁的，可是你看到那个照片发黄，你都大概知道是什么年纪。所以我觉得哦，现在有3C 产品，有手机真的是非常方便啊。所以大家哦，时时刻刻都要像两姐妹这样子，然后呢，把这个当下的把它记录下来。过几年之后呢，哎。你们就可以一起来回忆。其实我们哦，真的是在成长的，当然我们都有记得拍照，是。然后哎呦，我看到鬼，要吓到人。这个就应该就是10多岁吧，应该10多岁，唱歌了。在流行那个自拍机的时候，对。啊，请问这个妆是2位是谁帮你们画？我们自己画的，自己画的，很好看。好看没有？有啊，快点你问我，我都不敢承认那是我，好不好？那蛮有人是当然化妆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人但越长越好看。你看在场每一位都那么好看，对，你拿那个10多岁照片来跟我对比，差不多的，我们都是这种脸的，好不好？有，以前我第一眼看到小宝的时候，哇，他能这样，嘴唇这样厚厚的，有没有 ？Angelajolie， 感觉我很像看到舒淇，有没有？哦，哎，很多人说他像舒淇，对。然后现在认识的怎样？舒什么？舒钱。有爱，今天是有爱的一天，有爱的一天，讲好听的话。希望两位哈，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姐妹的爱哈，可以带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直播上面的所有线上的朋友。对，而且我今天看现场也好，线上都好，真的谢谢大家今天关注今天这个节目，而且你看现场都是。很多都是一堆，所以今天的这个爱还是朋友姐妹这个爱，今天都是充满爱的一天。是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传承，让更多朋友收到更多的爱，是把爱传下去。你妹妹很难得呢，怎样？她讲话讲得很有墨水嘞。她最近可能那个家里感没有，因为李桃没有裸刷，我没有笑笑。最近今天爱的人很多，对，她最近可能她老公给她很多爱。李桃裸刷，讲李桃裸刷，贵啊，要出来卖。我贵啊，要出来卖豆干嘞。我贵啊。好，那接下来2位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有爱的歌曲？那送上这一首《爱你10000年》，希望大家继续传承更多的爱心给每一位朋友。掌声鼓励，欢迎宝贝姐妹！谢谢所有有爱的每位大哥大姐，我们会唱，不要自己唱，好不好？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嘿嘿，一起唱，听到您的声音，把爱继续传递下去哦。Ready, here we go。和风吹起，去命令，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风中花蕾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诚意，不会漂浮不停。你要为我再想一想，你们唱吗？我决定。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 ？Come on， 有爱的朋友们，一把一开，好运来 ！Come on， 我们让大家一起来高歌，一起齐欢唱，好不好？继续呢，爱大家。和风吹起，命令，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风中花蕾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诚意，不会漂浮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一想。
我决定爱你10000年。来，还有多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好不好？大声唱。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你们唱。今生，在我心中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忠义，不会漂浮不定。你有为我再想一想，大家一起来。掌声鼓励，好棒啊！谢谢所有的观众，大哥大姐，谢谢大家的爱，继续关爱，继续爱护身边的每位朋友，有爱，正能量，大家什么都会好哈！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Happy 520，爱你们，谢谢。来秋瓜，谢谢。哦，谢谢。耶，宝贝姐妹，宝贝姐妹，姐妹情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哇，姐妹情深，什么杵啊？啊，磨铁杵可以杵啊，变成绣花针。我知道啊刚才是兄弟同心呢，是一定能够断金。对哇 ，Fireman 到你唱了，对，到我了，怎么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年轻？为何？我觉得建斌大哥永远都有一颗年轻的心了，对不对？今年27。真的不像哎，因为你比较像25。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讲话会颠三倒四，72会讲27。72，但是你永远在我们心目中都是这么的正面哦啊，而且很努力啊，很拼很拼，然后大家也是很喜欢你啦。那当然你的歌也是唱得很棒很棒的，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带来很 love 的歌吗？对，这首歌是我1977年窦歌敬义复赛的歌曲，叫做《爱情的代价》。哇，听听看好不好？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因为我们叫这个欢喜来唱歌嘛。是，唱到姑娘呀姑娘，你们唱好不好？呀，熟悉吗？这首歌熟悉吗？我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埋藏在泥沙。然后唱到姑娘的时候，你们唱好不好？唱到姑娘的时候，所有的姑娘站起来。姐姐妹妹通通站起来，大声唱啊！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我们哥哥他爱情大哥代价比赛的歌曲哦。当年比赛不容易哦。拜拜拜拜。我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埋藏在泥沙，经不起烈日的照耀，受不了风吹和雨打。我低着头儿在等待，希望黑夜快到来，是天意会遇到了你，医治我到个温暖的家。是你带我冲出那之间的篱笆，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又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给自己一个掌声。这些年代的歌曲，大家应该非常有印象。听你们唱就知道，已经根深蒂固的。永植在于你的脑海。我们继续，再来，
到你们了。是你带我冲出那之间的篱笆。哎，不，很乱，很乱。之间的篱笆。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又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Perfect， 太完美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大家一起唱，我觉得很满足啊。今天我觉得，如果你们没有唱到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所以谢谢谢谢。爱我有多深呢？啊，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有开口的机会。接下来这首歌叫《爱情》，有没有听过？若我说我爱你，这就是欺骗了你，欺骗你耶。所以这样好不好？当我唱若我说我爱你，到你们唱这就是欺骗了你，让我唱若我说我不爱你，那也是违背我心意。你们唱好不好？一人一半啊，我们有歌词会打上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哦。哎，那两个好丑啊！哎，OK， 来 ，music， 老师，歌词看到了啊。若我说我爱你。若我说我不爱你，昨夜今宵，总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给自己掌声，非常好啊！就这样，好吗？我们再来一次。若我说我爱你，若我说我不爱你。昨夜今宵，一起来，总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谢谢 ，You are very good。还有最后一小段，大家一起来。总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谢谢。难道这就是爱情？哎，就是台上跟台下的互动的感情。是，我觉得我们已经
没有这个隔阂，没有隔阂，大家都是合作的天衣无缝。是，麻烦待会大家要这个回去的时候把你们的电话姓名留下来，我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哈。大家都这高唱哎，好厉害哦！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大家每个人都开口都唱，不是只有我们唱啊，我们带动大家一起融入，是，这就是华族文化中心要的这个达到的目的。对，所以给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哦，然后大家都可以一同来共襄盛举。好，现在我把这个文化传承给浩浩。好的。好，谢谢大哥，交给他，他继续跟大家一起唱，来，谢谢，恭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呐、OK， 好的，哇，刚刚看到大家都很能唱啊。好的，那接下来那轮到浩浩演唱的时间，是否可以借助你们的双手，待会大家一起来打个拍子啊？可以吗？可以哦，哇！今天也看到，连我们后面的朋友都很热情哎。平常我们看到后面的朋友，可能声音会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们今天的热情满满，感动我们的台前呢。来，再给自己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哇，赞！平常我们生活压力都很大哦，有的阿公阿嬷要顾孙呐，对不对？要顾儿子啦，有当时还顾马昂之类啦，所以这个很忙啊，还要煮饭呐，还要洗衣烧饭呐，所以呢，来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看我们欢喜来唱歌，大家就欢欢喜喜开开心心，好吗？OK， 接下来我要带来这一首有爱的歌曲送给大家。那如果大家知道早期有一个团队哇非常走红的小虎队，接下来我要来带来他的歌曲，他的歌名哇就是传递满满的正能量，爱来送给大家，谢谢。来哦，谢谢。后面的朋友听到了。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哦，嘴巴一张开，金钱就会滚进来。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会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哦，双手借我哦，各位朋友，耶！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让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着我们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会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像白云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2.0版的掌声，向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会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谢谢，希望浩浩可以把满满的爱送给大家。你们有收到吗？有的话，请回应我，您的爱在哪里？耶、哎呦，你们太厉害了！原来，哇，我时常在问我妈妈说，你的爱在哪里？我妈妈没有回答我呢，没有像你们那么厉害呢，在心里呢。我妈讲，你是笑啊？我代不是你跟我安尼录嘛？哎呦。我当时也好，我们就是这样及时行乐，对不对啊？有时候就是像我的家庭是这样，比较不会表达啊。他偶尔跟妈妈这样稍微这样塞奶子的撒娇一下，其实也不错的啦。所以偶尔你们也是要跟小孩子讲，哎呀，你们给我塞奶子，跟我撒娇一下哈。OK 哈，好，那当然。这样的爱有很多的开心的爱，然后呢，满满正能量的爱，然后随心所欲的爱，但是。有当时啊，你碰到的爱，嘛是无讲足好的爱咧。你看，咱若是少年的时阵，你烦恼有查甫朋友无？有查某朋友无？对不对？啊，若找到查甫朋友，有查某朋友，有当时啊，哎呦喂啊，爱到要死啦，对不对？啊，人来讲爱到较惨死，对不对？啊，有当时啊，爱到呢，哎呦安尼啊，无食哭哭地，食了嫌懊悔。对不对？有当时啊，查某人，有当时查甫人嘛是安尼，气到要死，气到要死安尼，对不对？食都无留地址安尼啊，所以呢，有时候遇到的人生当中不可能顺顺的，有起伏，然后有爱的非常的刻骨铭心，也有爱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落来，好好要带来一首福建歌曲给大家听。有偌侪人喜欢听福建歌，请用拍谱表示一下。好，来。台湾囡仔唱台湾歌来新加坡就学着讲迄个味素会较好啦。安怎听歌爱有味素呢？安尼较好食款的款，较好听所以说落来，我来带来这首甲爱有关系歌，爱着才知听，送给大家，谢谢。如果你认同的话是否可以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开启你的小星星，让我们一起来一颗星星代表一个祝福，可以吗？来，我们看有几颗点亮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哇，后面的谢谢，不用太高，因为手会酸。为着你今仔日要来找我，对早起等到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影无迹。我不敢想，若无你甘的生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淋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
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疼。爱着才知疼，是金曲歌后黄乙玲小姐的成名曲之一。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来大家无限的、满满的回忆。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抚慰人心。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哦。为了你今仔日要来找我，对早起等到深夜，阮总是相信你会甲阮来作伴，犹原无影无迹。我不敢想，若无你甘的心活，安怎度我的生命？寒风也冷袂过你对我的心肝，哪堪糟蹋着我？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资格对你讲条件。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疼。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但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看着你爱别人，就亲像你爱我，安怎拢袂心痛？爱着你心惊惊，想着你心痛痛，我已经无资格对你讲条件。但别人对待你，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疼。掌声送给好哈，谢谢，爱着才知疼，希望大家会喜欢，一起来回忆这首歌，回味这首歌。这首歌很高难度哦，是一首金曲歌后的歌曲。是，大家还喜欢吗？喜欢，谢谢。给点点拢有听过哈，这首歌是 KTV 的排行榜歌曲。对。来，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呢这幸福小夫妻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喜悦。夫妻的爱就不一样了哈，有不一样的。今天有多少夫妻在我们现场？要好好的看一下大家。耶，跟我们挥挥手。1对、2对、3对哈，表哥表姐哈，哇！耶，祝福你们天长地久，爱情长跑哎，相约到永久。是啊，他们要跟你们多多学习哈，很好的榜样。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李氏夫妻李建华、罗玉琪带来了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哎，谢谢，牵好 ，Hello，下午好。真的嘞，你看呢？一起出门我要出门我要看恁某哟，唔捌交赢过哟。人拍死啦，对。拍死了，掌声鼓励欢迎两位。谢谢主持人。送上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会说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表
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有听过这首歌吗？我们的大哥大姐。有的话挥挥手好不好？有吗？会唱吗？会啦，这么经典的歌。是，但如果会唱的话，我们要一起来唱，好不好？有些朋友可以做成龙，有些可以，有些可以做苏慧伦。啊，苏慧伦好，苏慧伦好。来，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那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会唱吗？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哇，520，5月20号听这种歌，格外的有情调。哇，还有写宽呢。慢慢来，慢慢来。哎，别晒蛇了，别晒蛇了。有啦有啦，慢慢转可以。哎呦，妈妈你来了，妈妈。阿弟安哥一定问哦，哎呦，阿伯端你大过来唱歌，哎，拍谁，因为这场吼真早就不经了，真早就不经了。我们想知道这个预产期是什么？啊，预产期就是这3个礼拜都可以随时生，随时可以生。哎呀，6月8号了，本来是。哇，这个很伟大哈。那你尽量坐公共交通啦。啊，为什么？听说如果在公共交通上啊，就是生小孩一辈子那个就不用还钱。哎，是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啊，当 MRT 我没有生过，我哪里懂？你问他。为什么要问他？那这样子的话，一般是这样啦。哦，这样子的话，我要去。比如说你在飞机上生产了，要可能飞机永远 free 啊。对 ，SQ 永远给你。哎呦，难怪我们最近要 book 飞机票 book 不到。哎呀，孕妇不行，不可以。那如果 MRT 的话呢 ？Free。交通部长我认识他，可是他不认识我。OK， 开玩笑。所以这3个礼拜内了啊，沾一下我们的这个琪琪啊，还有建华的这个喜气，有没有？你这个老公怎么做的啊？哎，怎么？哎呀，怎么了？什么明知道我们有表演呢，她还怀孕啊？这个是9个月前的意思。对，9个月前的事情。所以我们祝福他们哈，永结同心，然后要组织自己的爱的小家庭。对，我是觉得在520，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今天呢也很多的一些夫妻来，我觉得很棒啦。是，哎，讲到520，有一首歌很适合你们唱，是什么歌？叫50年以后。这边有朋友是那个结婚纪念有50年了吗？有没有50年以上的？有没有金婚的朋友？有没有？有。哎呦，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很甜蜜哎。哎呦，
呦，要怎么样才可以50年？我也是有一点怕。我有问过，我有问过2年都还没有到。我有问过怎么样维持？他讲唱一首歌，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啊，有些东西该看的你就看，该关的你就关，是不是姐姐？是不是？然后互相包容啦。我觉得夫妻相处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太久，等下真的睁不开了嘞，半辈子就过了。OK， 好，祝你们幸福了。耶！所以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唱这首《50年以后》。看一下哈，50年以后。姐姐50几年，Let me think about it。今年是50年，我2007多年。来送上这首歌曲哦。等一下我们唱50年以后的时候，希望你们在心里也是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好不好？好不好？来送给大家。那我们也有歌词哦，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哦。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物，深情相望那刻起，我的余生就是你。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和你坐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微风轻轻地吹，听河水慢慢地流，再聊聊从前日子，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能在我左右，可是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紧紧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口，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唱了一遍，至少大家都知道旋律怎么走了，对不对？那等一下我们唱到我希望你们要唱50年以后。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从我们交换心物，深情相望那刻起，我的余生就是你。Come on, everybody！ 我希望你还能在我左右，和你坐在摇椅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听微风轻轻地吹，听河水慢慢地流，再聊聊从前日子，刚谈恋爱的时候。所有的朋友，我希望你还能在我左右，那时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紧紧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口，
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最后一次，大哥大姐，我希望我10年以后，你还那时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要走，轻轻牵着你的手，紧紧靠在你胸口。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长相厮守，共度到幸白福首。夫妻，谢谢，祝大家长长久久，长相厮守。哇哦！祝你们幸福美满。真的，哇，歌词写的太好了。你们两个的身边，哇，你们两个围绕着那个爱的泡泡，哎，对，好羡慕哦。我希望50年以后，我可以跟大哥大姐这样子在这里看的建斌大哥表演，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50年以后，我130岁了，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再次谢谢两位精彩的演唱，谢谢，谢谢两位可爱的这个宝贝哈，谢好谢。现在到我们主持人表演，是我们3个哦，很少有机会呢一起大合唱。是，所以呢，我们要代表一个爱哈，就是同事之爱。哎呦，然后呢，兄妹是妹同事之爱妹兄之爱。对，好像刚才我们讲的，要马上行动，要做什么计划，是要讲的。对，你们不是说有对我敬佩你，对，尊敬你，当我是长辈吗？是当你是爸爸这样。对，所以你们的收入要分28%给我啊，这样是行动嘛，对不对？不要用讲的。哦，就是我们工作，然后我们要把应该的，应该的20%给我。但是我的工作都是做义工了哎。你不要睁眼说瞎话哦。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把我28%给你的话，我看大哥，那干脆我介绍我的妈妈给您认识。啊，哦，反正我跟你妈的话就不止20了。怎么了？你是全部要给我哦，全部要给你没有问题，因为以后你们2个全部也是我的。哦，无存了，无存了，把你存4户给吹去了，一人2户。慢慢。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献上爱的歌曲，有一首歌很久没有唱了，是万芳啊跟伍佰的歌哦，相信呢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名叫做《爱情喊西坡》，送给大家。你可以模仿伍佰吗？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想了每日，甲想嘛歹势，看到你我就完全袂讲话，只讲头咧咧。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讲我每日，较想骂你一个，心情亲像春天风在吹，只好写着一条爱情汉诗篇。配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予我对落你无边的情海。是的，大家不用客气，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相机来帮我们拍拍，因为我们很像3只会跳舞的老夫妇哈，站在台上。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讲我每日，较想骂你一个。心情亲像春天风在吹，只好写着一张爱情汉诗篇。配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予我对落你无边的情海。配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
的情海。为怎才会完全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予我坠落你无边的情海。来一个掌声欢呼声吧！谢谢。我们要说哇 I love you， 我爱你，saya cinta padamu， sarangheo。耶！你们有开心吗？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喜欢请用掌声表示一下。哇！好有满足感哦！有谢谢大家，开心就好，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为我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帮我们做个反馈，很简单。等一下，同样的有分 ice cream stick 给你们大家，你们就把 ice cream stick 呢投进呢个别的箱子里面就可以了。我们会问你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等一下你放在是的 box；不是第一次来，你放在不是的 box。接着下来就会问你们的年龄了，65岁以上或者是64岁以下。第三，请你们跟我们说你们对节目的满意度，请通通放到很满意 ，OK？ 另外一个看不到啊 ，OK？ 你认为呢，在剧中分享的预先护理计划讯息对你有用处吗？就是有或没有。你会想要制定预先护理计划吗？会还是不会？你会不会跟你的朋友分享预先护理计划的讯息？会还是不会？是。那下一场的演出是在6月11号中午12点半一场，下午4点一场，还有些许的票，大家可以到柜台去购买。那谢谢各位的支持。是，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在我们6月呢，我们要迎来了向永恒的邓丽君来致敬。记得我们的表演时间哦，6月11号是一个星期三。这4位歌手呢，都是他的演唱风格跟邓丽君小姐的风格非常接近。是的，有我们的远景、郑丽芬、周小婉，还有常平。他的名叫周小婉呐。周小婉。范大婉啊。范大婉是第2个。哦。所以我们会一起听很多邓丽君小姐的歌曲，你们一定会唱哦。是，所以待会呢，大家可以到门口赶快去买票哦。赶快买票哦。是。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有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大合唱。还有一首歌。对，准备了这首歌曲线上，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 ，Everybody Together Forever， 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得到爱神的眷顾，送给您这首《爱神》。爱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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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要高兴，要欢喜，爱神已经找到你。真的情，真的意，不要埋在你心里，要接受，要珍惜，爱神已经找到你。让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干嘛？做一对好情侣，去拍拖，说出你心里的话，抛开那烦恼忧虑。在此时，在此刻，这里有我也有你，要开心，要得意，爱神已经找到你。
心，要欢喜，爱神已经找到你。真的情，真的意，不要埋在你心里，要接受，要珍惜，爱神已经找到你，让我们在一起。这什么？做一对好情侣，说出你心里的话，抛开烦恼忧虑。在此时，在此刻，这里有我也有你，要开心，要得意，爱神已经找到你。祝大家永远幸福甜蜜，开心快乐。爱能够战胜一切，心中有爱，万事 OK。谢谢大家来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那我们6月再见啊！6月11号。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酒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